率副旗官关中院长、吴景林院长、朱立伦主席、江启臣主席请就位。就位，预计皆就位。献花。请执旗，站起，副旗。覆盖中华民国国旗全体，请起立，宣读国旗副旗礼赞。故总统府资政邱公创焕老先生，德望以归，无负权归。壮公自幼勤奋苦读。同年4元金榜，服务公职109年7月16日，将以晋旗。副旗官请执旗，站起，副旗。副旗官行位领礼，一鞠躬，请复位。两侧家属来宾请就座。主旗官马前总统率党旗、国旗副旗官行3鞠躬礼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礼成。长官，请坐。